我先来讲，咱目前台语台一年外吼，到去年7月初开播到即马大好毋满一年外啦吼，较无半吼。啊，目前吼，阮以9月底，阮拄有入围迄个金钟奖啦吼，总共有3个节目入围啦吼，有3个节目4项入围。啊，其实佫有一个节目是主评做的公司目前做的吼，嘛是台语台医生做，其实嘛有入围四项，但是无报阮的名吼。啊，总共来讲，目前台语台其实今年按旧年开始制作吼，除了买片吼，像买片以外，个原来公司本身的节目以外吼，甲阮家制作的节目差不多有9个，总共有3个节目入围，算比例不离悬啦吼，比例不离悬。今年入围的吼有3个节目吼，一个是叫做《无事解巴士》，这是阮节目部家制作的，就是甲旅游文化旅游文化节目，介绍台湾各地迄个风景，是坐巴士去佚佗台湾吼，这是阮家己制作的，有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吼。另外2个节目一个是专家有智慧。有入围2个奖，一个是节目奖，一个是创新奖。这是林美秀阿翔主持的节目吼，这是较属于迄个教学吼，大家这是目前台语台内底吼，算评个收视率上好的节目吼，算无专家有地位吼，这引起真侪人的报名吼。第三。画山、画水、画玲珑，目前你敢若有另外一个画山、画水、画玲珑，这是较是综艺节目吼，这是彭恰恰主持的吼。目前阮是台语台吼，一年来吼，已经第一年开台第一年吼，就入围3个节目有4项吼入围吼。风评算不离好啦吼，算讲人讲开台第一年就当入围较济吼，算袂歹。所以目前台语台开台一年以来目前的声量，伫国内外声量，尤其是带动包括网络、学校是社会团体来讨论台语这个发展算我感觉是相辅相成，就是讲互相顶就对啦这算伫目前来讲，台语已经伫这国内已经引起着真侪讨论啦但是我嘛是爱讲就是讲，阮台语台一年以来未来的发展来讲，目前较欠缺的较欠缺就是第一个是戏剧，因为戏剧其实是会当影响力上较大，佫会当引起较侪人来看这个台语台但是因为目前戏剧，阮大部分是拢参公司佮华视合作啦就是讲算客因的节目来报。算联播的对，虽然讲为的部分是台语台医生，但是其实主导权毋是伫台语台。未来台语台较欠的，就讲未来台语台爱行的路，就是讲有法度佮较侪经费来做戏剧的节目，因为戏剧真开钱譬如讲10集可能要几啊千万阮台语台目前预算其实是3亿尔你若敢做一个戏剧，一个连续剧就会开钱，会当占真大比例，其他节目就无法度做。所以，阮未来台语台未来发展就是讲，希望会当行戏剧这个，会当至少一年要有一档家己制作的节目。好，第三来讲，阮儿童青少年的节目较少目前较少。未来一年，这是 NCC 这个会当去增加好，大家好啦，大家好我其实今仔日要分享的甲台语台有关系的部分啦，一开始进前啦，讲进前对台语台规划甲未来可能会有啥物相关的物件呢？好来，第一，因为时间有限啦，我直接讲，就是即马
一年内底啦，吼，其实台语伫台湾啊，吼，大请赢啦。啊，当然这台语台的开台啦，吼，这实在是有足大的影响力，伊伫社会上造成一种真大的氛围安尼。哦，恁看这个第一个就是讲啊，吼，连迄个飞行机啦，吼，就是即摆上新成立的这个恒宇航空公司啊，吼，伊飞行机顶有2本杂志啦。你看一部分第一集啊，吼，第一本杂志叫做《行》啦。迄就是旅游杂志有啊，旅游杂志啊，但是伊是用罗马字做标题哦，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份飞行机顶的杂志啊，吼，用罗马字做标题啦，佮用台语行。啊，若买咧，另外一个迄个买，伊就写讲买 shopping 有无？迄叫你伫飞行机顶买物件有无？吼，这是。你看2020年正月开始的哦，所以是今年哦，今年啊吼，连航空飞行机面顶拢用迄个啥罗马字安尼哦，啊，佮来台湾文学馆啊吼，恁若看到即个图内底台湾边啊，台湾文学馆内底啊吼，伫机场啦，伫迄个桃园机场吼，桃园机场伊有一个看板啦，用罗马字用蔡培火的即个白话字吼，水啊好啊，咱台湾。才来甲国际小解讲啊，这台湾的罗马字就是咱也是台语啦吼，就是咱台湾的特色安尼。好，啊，佮来吼，百货公司啊吼嘛呛滚，这是阮台中吼今年休热，就是差不多7、8月啊遐哦，有一个迄个活动啦，吼，伊就伫迄个百货公司的门口啦，吼，搭一个足大的，你无看这边啊？无大，这边啊其实啦吼，迄有差不多2楼悬啦，2楼悬。啊，你看，迄内底拢用台语啦吼，啊有诶啦吼，有汉字、罗马字，吼啊有诶干那汉字安尼。但是啊有诶当然民间来用，有当时会写毋对。毋过吼，百货公司开始用台语做宣传，这是一个重大意义啦。毋是讲台语干那伫夜市啊，伫百货公司嘛有。啊，佮来吼，这嘛是今年休热诶代志。这成功百货公司吼 ，Uniqlo。咱知影 Uniqlo 啊吼是日本的品牌有无？日本的品牌啊，但是你看吼，日本的品牌来到台湾，伊用啥？伊用讲啊吼，你今仔日素食无？你看这个素食是用罗马字哦，哦，这个素食是用罗马字哦，哦，大家有看到无？就是规间迄个百货公司内底 Uniqlo 的专柜，拢总啊吼用就是拢总用看到罗马字就对啊。哎，日本的品牌进台湾行销伊的衫。有罗马字呢，啊，佮来啊原，对无？啊原地裤是迄个啥？伊讲的是，你大家注意看这图，无法度看介大，伊设计写是柑仔牙膏啊，有无？啊面顶写一个大大的起，华语是会讲牙哦，啊台语会讲起，这嘛是成功百货公司内底啊原地裤是台湾的品牌，佮有啊吼，另外一个品牌嘛伫百货公司内底叫一日地书啦，你有看到罗马字无？哦，有无？罗马字，啊下面迄个食皇帝洗身躯来鼻芳顾面子嘛，有罗马字哦，有无？这是你拢是我共一工伫百货公司内底翕的，所以你看即摆台语伫台湾的运用啊吼，甲进前啊吼，渐渐无共，连卖饮料的啦，哦，这个哈，大家咧热天就爱啉饮料有无？你看吼，毋是敢若在藏人哦，你注意看这个伊写有山影的罗马字有无？山影有无？哇，迄个大院子啦，吼，迄间叫大院子伫台湾嘛，不离啊出名。连即个卖饮料的吼，拢爱用罗马字啦，吼。你看，啊，过来卖啊酒的馆啊啦，吼，大家看鸟无点有啊，汉字甲罗马字写伫汉字内底有啊。啊，过来变三万哇，伊用一寡青少年的用语，是在哈喽是华语嘛，青少年流行的。啊，伊讲是在哈喽台语要安怎讲啦，就是变三万嘛。啊，当我塑胶就是少年人咧用的啦，台湾少年人伊就讲啊，这叫做看鸟无点安尼啦。所以连卖啊酒嘛用台语安尼啦。所以规个啊吼，规个台语伫台湾的活动，这几年啦，实在是变甲足强的啦。吼，咱就是咱长期好，咱长期拍拼后是有差。三十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物件啦，吼，分享一个物件啦。就是今年啊，连迄个政府首长的 FB 啊吼，嘛是拢用有无？无代志卖出国，嘛拢用台语。啊，这内政部的有罗马字哦。9月初1就是顶个月的代志。内政部的 FB 有用罗马字，用台语，有无吼？稍等一下。啊，卫福部迄陈时中有无吼？伊的 FB 有台语俗语。
啊，文化部的开会通知单直接是甲我的名写做罗马字伫头前，有无？信函和有无？啊，过来教育部嘛开始用洗手挂喙暗，有无？教育部嘛开始用台语，啊，潘明安屏东县长啦，伊 FB 嘛有饭汤，迄罗马字哦，有无？饭汤有罗马字哦。一个节目，每一个节目，阮拢有请国文老师，我拢有请国文老师，所以这国文老师会当，国文老师拢伫现场，甲配音员，还是甲记者咧配音进前，配音进前拢爱听一遍，啊，随时纠正，随时纠正。事后，报了的时阵，事后若有问题，拢会搁提出检讨。另外，就是讲，阮每一个月拢有做在职的迄个教育训练，嘛拢请台语老师来甲阮训练，拢国文老师每一段时间拢有，目前拢咧做教育训练。所以，阮台语台的新闻尤其即个发音的部分，虽然嘛，阁有一寡人来批评，有无正确的所在，还是见解无共款，但是基本上就是讲，一年外来，阮台语新闻的正确率，发音的正确率，算袂歹，大约是安尼。多谢。我即摆来请教即个周教授啦，咱知影讲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有规定讲爱设即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啦，啊，在即摆的进度到底啥物程度？国家语言发展中心其实是真重要的一个规划啦，因为咱感觉讲啊，像台语的新词，像迄个台语台因咧报新闻嘛，逐工会发现新闻啊，像啥物区块链的台语要安怎讲啦，或迄金融的嘛，也是讲啊，即个有关病毒的一寡专业名词啊，要啥嘛，所以迄种新的词啦，也是包括讲语言调查，长期以来语言安怎调查资料库啦，反正真侪物件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运用，共同的中心啦，政府的机关，因为伊即马政府的做法是啥呢？是喂，有啦即摆政府的做法是讲甲遮应该做的代志拢发包像阮遮的大学教授一个人做一项安尼落去做啦。但是安尼有一个真大的缺点，就是变成讲阮人若走，就是讲好，今仔日我若改图，还是我退休即个物件所有的资料拢对我走我袂留互政府就对，所以迄个物件无法度累积啦啊，过来第二就是公信力无够。我今仔讲即个罗马字，即个字安尼翻译，大家敢有相信讲？大家敢有承认讲一定拢甲我共款啦对吧？所以最后一个中心，但即个中心虽然得到各部会支持，就是文化部、教育部、客委会、原民会佮甚至连行政院的人事总处嘛讲有要成立这个中心无问题有即个名额但是因为即摆目前就是讲伫行政院开议会时，所以都感觉讲目前上重要先爱做的毋是设立中心，是要叫大家伫厝内讲啦就是讲伊对迄个中心的见解，伊感觉无遐尔急要成立，所以暂时就停起来啦虽然讲资料拢大家传遍，包括组织的架构、组织章程，内底要做啥，差不多大家拢有一个心内暗算。但是即摆暂时因为苏院长无感觉遮尔紧的需要支持，所以先停起来。所以讲大家若有甲迄个苏院长迄边有较密切的管道，其实嘛会当甲建议一下安尼。因为我想即个中心介重要啦。我就有关即个中心，我先分享到遮。多谢倒来我搁问一个迄个台长的问题咱即摆讲，自我看你的资料伫迄个2007年的时阵，迄阵就决定讲，即个要搭南部设一个公共电视台嘛到尾2008年马英九出来了，所以怎无成无失去嘛即摆顶2礼拜，迄个魏文教授来迄个原来是来读册会时阵伊有咧讲伊的构想，伊想讲新台已经有要拨一块地出来因为和校长讲好即摆伊就是讲要找财团要来起一栋迄个台湾的大楼而且迄个所在要来互即个公共电视台南部台来用你毋知即件代志你敢
敢有清楚，敢会当甲大家说明一下？无问题。目前就是讲，台语台其实我开台了无偌久，我其实就开始咧筹备南部中心啦，吼。最主要筹备南部中心就是讲，阮开台了吼，阮做一个节目啦，吼。比如讲一寡囡仔节目，还是讲综艺节目，吼。制作公司因为成本的问题，吼，所以因大部分会找中南部的学生较少，吼，还是中南部的贵宾会较少，还是中南部的团体会较少。大部分拢找北部，尤其是桃园以北的吼。造成就讲，你既然台语台开台了，那大部分一寡节目吼，拢无法度互甲中南部的人吼来参与吼。因为咱袂使怪即个制作公司吼，因为制作公司伊敢若一多吼，像比如讲，阮的囡仔节目吼，一团来着几啊十个，含家长算的20几个吼，有可能20几，有可能嘛要30个。你来，你敢若交通费吼，若个录影超过时间，你着要去带吼。所以对制作公司来讲，伊会感觉较袂好，所以大部分尽量会减少找中南部的学生还是贵宾来参加。所以我着差不多开台了无偌久，我发觉即个问题，我着讲着开始筹备南部中心啦吼。目前南部中心其实有参文化部，有参像文化部有就开始有提供2个所在啦吼。一个所在是台南文创园区，吼，就是伫迄个台湾台南火车头边啊，吼，台南火车头边啊，文创园区。第二个是嘉义市嘉义市的文创园区，吼，文创园区嘛是伫嘉义火车头边啊。这拢原来是国营事业吼，比如讲敢若酒厂啦，还是烟厂吼，古早日本时代留了一寡古迹。这2个所在，阮拢有去看过，当然看过了，就是地点，就是因为阮这是要做一个录影片嘛，吼，录影片所以伊有一寡规划了吼，阮即摆等咧评估。当然，蒋教授有甲我提起来讲成功大学会当提供所在，但是这就是讲爱看未来条件是安怎啦哈，比如讲产权的问题啦，还是讲地点的问题吼。因为这可能嘛是爱参文化部，因未来嘛是爱参文化部更较详细来研究。其实文化部这2个礼拜应该是讲本来是咧约这个我等着迄个中秋嘛吼，可能后礼拜还是后礼拜伊有要招我搁去台南看一遍就对啦吼，要去台南文创园区一块原来要做国家语言中心的所在，顶一遍阮去考察的时阵无即间无入去看。就是讲嘛是会当去看卖咧。当然声带的部分，因为迄可能那C定 F 吼，当然会当拿来评估就对啦。讲拿来评估到底有适合无吼？这当然爱整体来评估，包括未来的所有预算还是地点吼，大概是安尼。希望啦吼，目前预算有编2000万，有编2000万，本来编5000，就要删到当2000万，但是嘛是爱继续做。好，多谢我搁介绍一个问题问何教授了，咱就开放互大家来问啦要问的时阵你会记先举手，甲迄个麦克拍开我问何教授即马恁台文系会出路啥物款啦你即个像讲迄个台中学人恁的毕业生了后，会当去台语台还是讲其他做台语节目的迄个比例安那加恁即马目前学校的课程内面，敢有含即个公共电视台建构合作即种的方案？是吼，即个台语系学生啦，会出路就是咱安尼长期咧帮台语开路啦，因为伫资本主义的时代，咱讲若做即道有钱通趁啦，大家半暝嘛来做，拢靠热情永远就是少数人尔嘛，所以嘛是对学生来讲，上重要嘛是未来的出路啦，即几年就是迄个，因为卢台长伊伫迄个台语台经营甲真成功，所以阮的学生有真侪拢是想要
来台语台食头路啦吼，啊甚至有迄种甲迄个三立的台湾红人饭啊吼，有签约培训歌手啊吼，迄种专工转校啦，转来阮遮来读册就对啊啦，吼啊吼，阮的毕业生啊吼，毕业阮有一个早前啊吼。早前阮来讲吼，伊的声音足像迄个李济准的啦，吼，迄个查甫囡仔，吼啊，到尾嘛有去台语台做迄个做工课安尼，迄个台长迄个陈继安啦，吼，就是阮，就是迄个我讲的，就是啊，有一寡学生就是真优秀，啊，拢上好的学生拢去台语台啊啦，吼，就是台语讲了上好，声音上好的。啊吼，所以这感谢迄个台长啦。啊，阮即摆有一节课啊吼，叫做台语媒体甲台语媒体啦。啊，台语媒体啊吼，就是咱甲台语台合作。后礼拜二啊吼，就邀请迄个台长吼，卢台长来阮遐演讲啦。算讲一系列连续11礼拜的课程第一场就对啊啦。哦啊，所以讲啊吼，迄个因为就是讲。台语台迄边啊吼，安排足精彩的人啦，什物新闻部啦吼，迄个节目部啦吼，就是行销部啦，就是拢要来阮遐上课啦，吼啊，所以吼媒体方面啊吼，像滚安尼，啊，个阮即马甲迄个美术馆啦，吼，国家迄什物台湾美术馆啦，吼，有合作一个案啦，就是美术馆啊吼，因的展览啊吼，就是要甲翻做台语，啊要录迄个台语的导览 QR code 安尼啦吼，啊就是拜托阮系学生即马当咧做安尼啦吼，11月就会用出来，连迄个包括迄个宣传单吼，迄个拗起来，迄个一张迄个宣传单无，啊甲 QR code 的导览，全部美术馆拢要翻做台语的对啊，啊桃园啊吼有一个囡仔艺术村啊吼，因嘛是要专门甲因的物件台语化的对啊，导览台语化，10月底讲迄个。郑文灿啊，郑文灿要去啊吼，伊就嘛会用着安尼。啊，过来就是讲啊吼，国中必修、高中必修，2档后就要上路啊。啊，所以阮本体就是师培学校，所以学生要行迄个教师的吼，台语老师、正式老师的录取率啊吼，阮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是全国上悬的啦，就是台语老师，所以大概是即马是老师甲媒体即2部啊吼是上重要的啦，啊，像包括台语以外，阮嘛逐年拢有派学生去花市实习啦，哦，就是增加学生一寡对台语的迄个认捌安尼。好，多谢。好，我照我所知吼，即摆即个台中市人伊是全部用台语上课的，恁台文系是全部用台语上课啦，吼，所以莫怪恁的学生出来吼，都会真悬。安尼，我即摆咱就开放互大家来发问啦，吼。我是小田，我问一个问题吼，我今日足欢喜的，因为旧年有参加这个大会吼，啊，迄阵感觉敢若讲啊，敢若无可能，啊，是毋是有影这一年内底，因为有台语台的关系，电视台的关系，因为头拄迄个，歹势我头拄电脑那个手机啊伤烧吼，做甲我踢出去吼，最后另这个礼拜吼，所以我想要知影讲实在是毋是就是迄个媒体有迄个平台吼，有迄个，所以有影感觉最近有影较清起来，这一年中间有感觉真侪进步，是有影迄个。电视台是毋是迄个主要因素？我先来回答啦吼。我个人的感觉是应该是有影响啦吼，因为阮第一点就讲，阮社会上会开始讨论台语节目，因为大家足久毋捌看过一个电视台是，会讲差不多80%-90%以上拢用台语来发音的电视台啦吼。啊，所以这引起着变成阮所有节目，阮拢会伫网络，阮的粉专吼，拢会去直播，还是宣传，啊，变成一个讨论的目标。啊，当然内底嘛有一寡无共款的意见，但是至少来讲，大家来开始来讨论这台语节目是安怎啊？譬如讲，大家诚久毋捌看过迄个剧团吼，歌仔戏、布袋戏。古早时代来讲，差不多20档、20-30档，咱台湾的电视台真少有法度看到歌仔戏，还是布袋戏会伫电视台播出。啊，目前阮开始将台湾所有足精英的剧团，伫阮电视台播出了后，互阮感觉讲，竟然会收视率佫不离袂歹哦，算讲原来袂歹。啊，看了，我个人我以前老实讲，我伫细汉的时阵，我真少咧看歌仔戏，我有大部分拢看布袋。我家己看阮家己台语台歌仔戏的节目，
参古早时代拢完全无共款，变成讲，原来台语有法度较优美，有法度会当演出较好诶节目，吼。当然其他尤其我讲举一个，阮拄则讲过，阮今年有入围金钟奖诶专家有地位，个画山、画水、画玲珑，伊带动真侪艺人，有一寡嘛，不管你是演员，还是歌星，还是一般诶迄个电视节目诶迄个相关诶人员，因大家会开始来上阮诶节目，上阮诶节目了，这是带动一种风气，讲你台湾大部分长期以来，你要去上节目，一定拢讲华语嘛。即摆有一个电视台，你来就是拢完全讲台语，拄开始时阵，老实讲，我听制作公司讲，要找一个人来上节目，无简单哦，因为大家会惊，台语讲了无好，要安怎？渐渐了，即摆真侪艺人一开始，拢会要来遮宣传，开始来上节目，讲无好诶，伊嘛尽量讲台语。所以我感觉，这个台语台对这个整个社会声量渐渐影响起来。咱下口莫讲，可能目前就是讲，因咱传播媒体、咱电视台，咱这是会当影响较侪人诶。你若好遮专业人员，尤其是演艺款诶人，是无演员啊，不管是演员、歌星，伊会开始来重视讲，我用台语来上台语节目，有法度趁钱。这是讲较资本主义，但是这是真现实，这是真，应讲是真实在啊。因开始讲我来上这节目，渐渐一个报一个。我感觉这是当然，我唔敢讲100%，因为这包括咱这整个社会，尤其网络我是感觉网络影响真大来讲，互相台语团体，还是台语一寡学校，有台湾学校，佮台语台，渐渐互相，这是互相加滚，安尼愈来愈侪人啦。包括即摆今年，应该讲今年都已经几啊本台文的册出版。古早时代一寡作家，啥物人敢出台文的册？今年几啊本，渐最近有一本要出来，就讲尤其是前日出版这一本小王子的迄个翻译，竟然排行榜前3名的，听讲是第1名，种这是互相唔若讲台语台，这是每一个团体豆建起来，所以我是感觉讲台语台开台对这整个社会这个台语的这个氛围影响算不哩大。多谢大家的分享，你敢会当甲你的video拍开，因为我即看拢袂当看到你，而且有咧录影所以看到你的上东西。我拄则拍开哪会佫关起来？好，来，安尼敢有看到？敢佫无你咧市的中间我来迄个看。我补充一下好啊。我即摆要用迄个用我的 PPT 啦。进前我讲迄个台语歌坛啦，就是台语台其实影响毋是干那伫迄个电视节目，伫歌坛流行歌嘛是共款安尼啦，我讲阮进前有录一个节目叫《上拍台湾歌》啦，因为迄个拍有罗马字有上拍，伊其实是一个迄个啥，恁看这萧煌奇甲这个露露啦，萧煌奇咱免讲啦，伊台语足练转的啦。这个露露原本是一个原住民啦，泰雅族台中的啦本地台语就是真无好啦，真袂练转但是伊真用心所以伊录这个节目一开始台语无好，但是录到中段以后伊其实台语就算是下叫啦，当然毋敢讲伊拢无毋对，但是至少伊是会练转的就对啦大概伫若考进前考试讲的部分大概考到 B1、B2 中间无问题啦所以会带动迄个风气，而且伊即摆要出台语专辑伊就是来主持这个台语歌的节目以后伊就想看台语真趣味就这好耍的所在，所以伊即摆专辑嘛要出台语，而且这个带动一个风潮，就是讲台语的歌手因开始拢用正字啦正确的字包括甚至是南罗马字来做因的歌啦迄个歌词
甲以前咱印象中迄台语的歌词拢黑白写的，都无共啊。像这500的啦，你看，毋知伊是啥款的木牌，有啊吼500。啊，这许富凯、柯富凯，我毋是你想的遐尼快乐，这拢是迄个台语汉字的正字啦，吼。啊，这个庄雅文的敢会当爱你啦，吼。啊，这个所在吼，庄雅文迄当阵咧上阮的节目的时，伊一开始嘛是像头拄台长讲的，一直讲华语啦。转袂过来，但是阮就举一个讲台语的海报啊吼，伫伊头前会来会去，所以到尾就讲台语啊呢，啊慢慢其实就会习惯啦，就会惯势哦。啊，过来像这个杜新田，伊的专辑叫有够猫啦吼，今年嘛有入围迄个金曲奖入围啦吼。你看这个有够猫是罗马字有无？等于讲伊的 CD 的封面都有罗马字伫面顶安尼啦吼，伫面顶。所以吼，你看这个规个台语台吼，就是毋是对影视尔，都包括对媒体哦，啊包括对迄个啥，因为咱以前吼，阮咧做，我甲郑正玉社长咧拼迄个运动的时，阮就讲2项代志啦。第一项就是教育啦，教育就是伫你头壳要白拿一张白纸的时，就甲你讲，啥物是好的，啥物是歹的，台语到底是好听的语言，还是假路的语言啦，吼，这个教育啦。第二项就是媒体，媒体就是24点钟甲你洗脑啦，吼，就是甲你讲吼，这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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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即马吼，本土语言的声量，尤其是台语的声量，伫媒体愈来愈济，愈来愈强呀。这对社会大众的就是伫应用方面啊，吼，真有影响力啦。我讲最后一个例就是讲吼，《鬼灭之刃》。《鬼灭之刃》是少年人足爱一个日本的漫画翻作台语，迄少年人咧看的啦吼。好，但是伊的发表会顶面啊吼，所有这配音员漫画拢用台语咧配音安尼啦，吼，就是变成讲台语即摆伫少年人变成一种真拍真死行的活动。吼，我先分享到这。您好，我是敏玲吼，多谢教授甲台长恁的努力吼。台湾话即摆伫台湾诚好，希望会当较早看到正确的台语的电视剧，哈真足多谢恁呢，谢谢，嘿，拜拜。我来台长问一个啦吼，你敢有咧像讲吼，阮美国遮嘛？有人足骨在咧练歌戏呢，恁敢有讲咧制作讲吼咧拍讲，迄民间因就是足推动咧，毋是正港的艺人，但是民间团体伊有咧做一寡民俗的活动，吼，恁敢有咧派团出来做记录？当因阮目前当然是以迄个专业剧团为主啦，因目前阮一个叫做宝岛大舞台，宝岛大舞台就是专门就是咧录一寡歌戏团、布袋戏团，还是迄个舞台剧等等，甚至是音乐剧。当然，开始，阮当然是因为这有涉含着版权的问题，比如讲，因若伫国家剧院啦，还是伫迄个台湾戏剧中心，因咧表演时，阮去录，这拢爱谈版权。若当民间咧，当然就是讲，阮嘛是有开始有咧规划啦，规划讲会当甲一寡剧团找来阮摄影棚来录影，目前其实我初步规划讲，阮南部中心，若成立了，就是固定要甲即个大舞台搬来南部中心来录。当然这就是以一寡戏剧团为主，包括不管是专业的还是无专业的，当然毋是讲无专业，伊就水准无够的。毋是讲只要伊的节目足好看，有经过规划，阮当然会当甲摕来，阮当请来阮的内底录影，甚至阮嘛是会当开伫外口录影，因为其实本来是今年有规划要参标中南部一寡迄个老戏院合作分嘉南有一个联名分林嘉义台南，因文化局有一个联名来讲。将所有剧团，所有剧团因伫戏的巡回表演，有本来阮要去录影，但是因为地点佮其他的今年无都完全来进行。但是未来南部台应该今年预算是初步，本来是编5000万，落要3000剩2000万，这就是初期的计划来讲，应该明年就会开始筹备，明年就开始筹备。
要带南部设中心啊，这若设的是不哩紧到后年，那希望后年有法度将这点影片带南部来执行，但这嘛是要等文化部，嘛是要等文化部会正式规划，因为这第一就是讲爱文化部医生来支持，阮才有法度做，大概是安尼。多谢。有其他人要问无？我搁讲一下好无？拄则面临有讲到迄个台湾电视局用专字幕吼，算讲有台语字幕来做。目前其实吼，阮台语台吼，包括阮公司所有制作一寡戏剧吼，因虽然本来拢华文的吼，拢华文的，阮起来阮搁重新甲配台文字。目前伫台语台用一寡戏剧吼，包括一寡纪录片，一寡纪录片。阮明仔应该是初五，10月初五暗时9点10点阮有一个李登辉的纪录片因为李登辉的纪录片，10月初五暗时要正式播出。阮将李登辉纪录片，重新甲配台文字幕。这是这支片是何康美，何康美因去种钱，因去种钱翕出来一，算非常有深度一个李登辉纪录片。阮完全拢即摆拢配合阮10月初5就正式要播出。阮其他阮公司一寡原来制作一寡譬如讲有一个台湾人民的历史，这支片虽然是用个类戏剧的迄个方式去拍，但是阮咧看收视率，佫足好诶呢。阮嘛是拢将原来字幕、华文字幕，阮拢甲改台文字幕，阮拢甲改台文字幕。当然有一寡社会有一寡，目前有一寡人咧批评，但是阮是即个政策是拢无变诶，就讲未来当然戏剧诶部分，有诶要求会当将所有阮家己制作诶，是佫有重新制作后置诶，阮会当拢将这台文字幕拢会当完全来甲阮表现出来。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叶芬清，伫圣地亚哥。感谢吕台长甲何教授，互阮会当问问题。吕台长足感谢，咱台语台有足侪真好诶节目。毋过我伫美国咧上课诶时阵，想要甲阮其他诶朋友分享，毋知阮有迄个权利会当甲阮诶朋友分享无？你是毋是会当放伫 YouTube， 还是放伫地？阮会当甲阮诶朋友，还是阮诶会友来做伙分享。我想要请教即个问题，是毋是有即个版权诶问题？阮若总共有要使用、要分享诶时阵，是会当用你来申请，还是用你来透过你会当用即个公开方式来分享？想要请教即个问题，感谢。好，即个其实阮一个开台了开台了就拄着问题，种一寡有真侪人伫海外写批来讲，为这节目台语台节目咱无法度看到。当然，这有一部分是大部分是拢版权的问题啦若无版权的问题，阮拢会放伫 YouTube 内底这是无问题。你目前应该阮所有家己制作的版权无问题，阮伫 YouTube 内底拢有法度看到。一部分就是讲，敢会当，譬如会当放几工尔。阮目前阮公司有一个叫公司家，公司家迄个公司家内底迄是有一寡版权的问题，但会当看7工但是要申请着会员阮公司家内底有一寡台语台节目会放伫内底会当看，会当看7工，尤其是连续剧迄，因为迄有爱卖版权所以有一寡公司的政策讲无希望会当无希望。上网，但是大部分台语台所有大部分节目有法度放伫上网的，会当放伫 YouTube 内底，阮拢会放入去，这无问题。当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讲有一寡有法度海外版权会当全面开放无？这部分其实即马是咧努力讲有法度会当互所有人看是上好的这嘛是阮未来会当搁加强的所在。我的情形是安尼我拢去 YouTube 我去 follow 迄个台语台所以伊若有节目伊会自动会我通知安尼啦所以大家当试用即种方式来看卖。所以我固定会当看到是台湾新眼界，搁迄个公司台语
看会到。戏剧我遮就较无法讲，就是。迄个因为版权的问题啦，因为版权无开复杂诶。另外，迄个音乐性的节目其实嘛是有足有版权的问题啦。因为吼，包括讲即个物件足复杂的，因为音乐的版权遐个歌吼，大概拢伫全世界4间大间公司内底啦，包括什么 Disney 啦、Sony 啦吼，迄几间内底啦。遐个公司吼。真麻烦啦！你若要伫台湾放，迄是一回事啦；要伫全世界放，迄版权费佫是另外一回事。敢若要伫电视放，迄版权是一回事；要伫 YouTube 放，互全世界拢会当看嘛，迄版权佫是另外一回事啦。包括讲台语歌的台语字幕啦，迄当阵我有甲台长一开始就有参详过，迄个上拍台湾歌，迄当阵，迄但是因为唱片公司无愿意互你改伊的字幕，改做台语正字也好啊，罗马字也好，伊拢袂就对啦吼。因为即种物件是需要得到你要讲歌改字幕需要得到迄个唱片公司的授权啦。伊授权伊就问你讲好啊，你要改我的字幕 OK 啊？你要伫台湾放，还是伫全世界放？你敢若要伫电视放，还是要伫网络放？要放偌久？即个物件拢是一个一条歌为着一条歌，你看像迄个上拍台湾歌，一集内底差不多上无有7、8块歌啦。7、8块歌一块歌若共款一个费用，7、8块歌，逐集的费用就拢无够付迄个版权费咧。所以真侪人咧讲真侪朋友咧讲，迄个台语歌的字幕，其实阮嘛知影，但是即摆上大的困难就是版权无法度克服，所以阮敢若会当对新的歌手落去落手啦，所以就是你看迄个少年歌手，我头仔秀互大家看，尽量拢叫因一开始就用台语正字的包括你若要用罗马字你就紧用伫内底，莫讲出来以后，即个甲唱片公司抄，迄种麻烦的，而且唱片公司因有人随时咧看迄个看电视、看网络，就是若看到你用因的节目伊其实就会因的歌啦，伊其实就是甲你寄迄个。法院的批来啦，纯正信函来，讲你用我的歌无甲阮付版税，还是乌白甲改，我要甲你罚偌济钱安尼当然个人伊是较袂来，因为伊知影讲罚钱，个人嘛付袂起。但是像迄个什么台语台啦就是媒体啦，媒体公司一定有诶，所以版权其实也是应用顶面真上大诶问题啦，当安尼讲版权费伤贵就是安尼。其实我伫遮我迄个上拍台湾歌，我遮拢看会到，个碰车迄我嘛看会到。我拄则记得碰车的节目无张持啦伊本来是有，当然伊内底有每一个播出的时阵拢有唱一条歌嘛来宾无张持，唱了爽煞用添另外一条歌，添一句尔。结果，互迄间唱片公司罚8万，罚讨8万。伊嘛无法度，伊讲，阮有问律师，本来讲，律师是讲，这若要告无一定会赢，但是因为迄制作公司惊麻烦，碰见惊麻烦，好，我钱互你还，唱一句尔，叫罚8万啦。你讲，一个节目才几十万尔，伊叫罚一个8万，伊哪会好？所以目前即马是阮，尤其即马是毋是干那台语，是所有电视台碰到即个歌曲的问题是上大的困扰。所以未来看，我就渐渐去，阮嘛是有规划讲，按明年度开始，阮台语台要开始来精选台语歌精甄选的算讲公开，就按版权、按字幕开始，就拢会当统一安尼，这是未来计划啦。台语台、电视台。伊甲印刷的媒体含垃圾又无共，就是伊有声，伊嘛有影，所以讲我有注意到这两年台文伫社会这个可见度有加关足济。我想问讲，伫即款的办事。台语台未来敢有可能？对台语原底的字亲像咱拄则读的圣经，或者台语原底的字，伫社会较有流通，互较看会到。我知影讲，有真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啦。
老实讲，阮差不多每一礼拜，阮拢会统计吼，观众的迄个反应吼。目前上济就是即个字幕的部分啦吼，因为阮目前字幕会用讲作乱的，但是嘛会用讲就是符合社会大众的看法，就是讲，阮当然是大部分，比如讲，阮若家己制作的，阮当然是以台文为主吼，尤其是以台语汉字为主啦吼。啊，当然阮就是为着要互争议较少，阮以教育部为版本，但教育部嘛是有一寡争议，有一寡研究者嘛有无共款看法。哦，这是阮家己这个。那大部分一寡字幕吼，比如讲但是有一寡节目有必须要做 CG 的，还是做标题，阮会部分阮就渐渐用台文个罗马拼音吼的方式来呈现。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较属于有版权的问题，比如讲有一寡阮买片的。啊，伊是本来就用华文的，啊，伊无希望阮改，阮当然用华文甲呈现。啊，但若有法度会当搁重新制作后置，会当讲字幕阮会当，阮就有部分的节目，阮会甲将迄字幕甲改做台语汉文，台文，为节目阮会渐渐会重新制作，阮会当字幕会当甲改。因讲即马台语台的字幕，其实看起是每一种字幕拢有。华文也有，台文也有，台语也有，有罗马拼音的，台文跟罗马拼音并列的嘛拢有，这就是反映咱目前社会的状况就是讲，因为一方面当然是阮的医生的部分，阮的人员的部分，阮无法度全面性，但是安尼嘛有一种算互各方面的人拢有法度去看到你想要看的物件。大家渐渐来适应，渐渐来适应。我是感觉，虽然讲争议，因为目前的争议个真济来讲，个一寡，因为一寡网络，已经旧年开来到即马，差不多逐礼拜拢会发动即个讨论，逐礼拜拢有即个字幕的讨论。但是阮的政策就是讲，阮就是以台文为主，其他的字幕阮嘛是会放，但是这是依照阮的能力、阮的成本，还是依照着一寡有拄则讲过一寡版权的问题，还是讲有一寡原来阮无法度做到的，阮就用原来的字幕甲呈现。当然希望即个比例会慢慢，大家会当接受，这是我的期待。无啦，我要讲的是讲吼，迄个民主社会啦，一个人要行100步啊，真简单啦，就是我的理念到倒位，我就行到倒位嘛。但是民主社会是爱互100个人共齐行一步啦，所以真侪物件需要时间啦。像头拄迄个台长讲的啊，伊会拄着版权的问题，伊会拄着社会接受度的问题，所以有关即个字幕的部分啊，可能就是讲咱一步一步慢慢来啦，就比例一年一年提升安尼啦。感谢卢台长，感谢何教授，恁今日足侪时间来甲阮分享，互阮有得到真大的鼓励感谢恁的辛苦甲恁的努力。对，应该多谢努力